懂得喝茶的人都知道，一壶提顶临香的好茶，整个茶叶的制作过程都是需要非常讲究的。而在北埔更是出产了一种奇特的茶种——烹缝茶。因为我们这大批的没有，大批的它都是我们做那个环蒸，那个绿茶做这些。烹缝茶是咱是秋茶这一批，只有会长一批而已，一年当中只有长一批。然后我们这个大概这是白露这里也带一点点，不是说整年度有烹缝茶样。到底是怎样的茶叶居然这么样的稀少呢？但是讲烹缝茶，佢唔会抬，佢从突变用，只用抬唔起嘅。咱普通讲烹缝茶掠类来讲，佢是从突变来茶嘛，佢完全发育不育唔是嘛，佢是用到烹缝茶，佢是良心是这样，也做出来是非常的香。与一般茶叶一比，烹缝茶的确就是发育不良的清脆嫩叶，它的香味却也更加的浓郁。这么万中选一的片片精选，传说当年被发迹的过程也相当的特别哦。当初刚下掠咯，是讲掠就叫茶室啊，东爱季节地步掠咯，从掠茶室掠去做茶，对掠番景上掠拼，唔系讲嘛，台师傅后面嚟只茶室都来做掠茶。叫做掠茶的时间呢，通讲去品尝还有多少其他的习惯，像我食豆酒啊，还包朋友打嘴鼓啊，行业的生活嘛，本人是都装下时间掠钱都当慳的时间。因为呢，佢都去抢的豆师傅呢，找到当好的茶本机，当好茶本机的时间呢，其实掠咯唔记得全来不卡做茶，日本掠茶掠咯，从古以冲的时间发酵，掠做茶的发酵掠系对只茶的清音当重要。喺发酵从古的时间呢，其实攞掠茶做出来啊，摆你个茶掠茶多少变风浪，风浪即大家自家小气啊，咁做掠茶就马蓉了，这就冇因为让卖啊。就因为一场美丽的错误，让上等嫩叶加上长时间的烘焙，产生了特别独有的好味道。这样的好味道，让喝过人都为之心仪。这就是只有到北埔才能喝得到的烹缝茶。咁后来呢，都该同日本时代时间啦，该是因为北部啊，刚好是慢慢做那种的茶，好清秀、好清熟的，刚好也是日本嘅总督嘅政府呢，是对台湾办只茶叶的博览会啊。茶叶博览会，在北部的咧系茶叶，那时候该博览会买时间呢，听讲啊，热气啊，饮起是卖凉香的啊。而且啊，从汉店台湾当年买茶的水果的标准啊，是买北部的烹缝茶。虽然说物以稀为贵，可是珍贵的烹缝茶却是让人花钱花得无怨无悔，甚至早在日据时代就已经红到国外去了。有一位英国的商人看这茶如此的高级，就将它献给英国女王品尝。女王一喝，龙心大悦，赞赏不已，于是世名为东方美人。就因为当茶叶泡开的时候，那伸展的形态就有如东方神秘的女子一般美丽。咱烹缝茶、东方美人茶，因为你往往掠啦等于东西就按好啊。台湾来讲是可能二只茶最有人文的色彩。所以用历史的色彩，所以你这个创造出来的东西哦。但是往往喺感觉上用来买那种的茶，买当年呢，感觉了的茶，做了茶咪做当年呢，听到几只当好只舞台啊，从了是讲，从一般人吃那种的茶啊，冇是当然买到那种的好茶，但是我哋是讲做只好好的环境，做得捞了的茶，相互的奖啊，就掠咧捞起当做好的部分表现出来。老板说，北埔是自己的家乡，家乡有这么好的山，这么好的水，可以种出这么好的茶。他要是没有继续下去，是会对不起祖先，对不起自己的。现在古大哥已经是第4代了，东方美人永远都会是他的传家之宝。